喺《寒戰》呢部電影裏邊咧，就係由一架衝鋒車突然失蹤，而引起咗一場警隊嘅大風暴。你擔心你嘅情緒？我問你係定唔係？正正就係因為呢件事而引起一個權力嘅鬥爭，每個人都好似又係兵又係賊。同類型嘅電影咧，講警匪嘅咧，都係講某個環頭啊，或者某個人物嘅故仔啦。咁我哋而家呢個咧就牽涉到警隊最高嘅高層啊。一個行動副處長，一個管理副處長，佢哋咧就喺一件案件嘅時候咧，有一個好大嘅分歧。電影裏邊我演嘅角色叫做劉傑輝，升咗係副警務處長。咁亦都可以講話喺我拍咁耐電影以嚟，做警察呢個角色係職位最高嘅一次。佢好重視團隊嘅精神，同埋佢分析力好強。喺個言談裏邊，你會感受到佢嗰個副處長嗰個威嚴啦。佢本身佢係一個副警務處長裏邊嘅一個文職嚟嘅，同阿梁家輝所演繹嘅角色係啱啱係相反。我今次演嘅係一個警務處行動組嘅副處長，職位好高咯。佢係一個警隊嘅領導，無論喺氣派上啊、領導能力上啊，都要體現到佢係一個領導階層嘅人物。我正式宣布 Tier 2 Response。我哋都有機會係成為一哥，所以喺無形之間，我哋就會產生一種明爭暗鬥。職業背景嘅衝突裏邊係有好有戲劇性。今次咧就有個特別嘅，其實係講警隊內部嘅文化有少少差異咯。警察內部咧兩種唔同理念嘅人，佢點樣去因為一件事嘅觸發，令到佢哋 show 咗佢哋打個角度出嚟。你會覺得佢哋其實有陣時都係好多難處，有好多難處，真係唔容易。高層嘅一啲決定咧，影響咗成香港嘅所有市民嘅安全。行動代號：寒戰 Cold War。我唔可以俾班反知，我哋因為佢會反轉香港。整個電影裏邊，其實導演用咗一個唔同嘅一個新嘅角度去再去重新去再包裝一個警匪動作嘅新方向。我哋今次部電影嗰個製作嗰個成件事係會比較複雜同埋比較大。其實一路諗咧就係如果有一場喺市區嘅槍戰咧，會係令觀眾好刺激嘅。咁但係最大問題咧就係我哋香港實在太細，同埋人口太稠密。我哋要申請一個市區嘅天橋去做槍戰咧，其實冇可能。咁我哋又同特技商量啦，究竟有冇可能係我哋重建一條天橋嘅環境出嚟咧？我哋就會係喺機場嗰度就會借咗一個舊機場跑道嗰個直線位咧，我哋就模擬咗一條天橋。咁另外嗰啲 background 好多嘅長沙灣、深水埗啲舊樓啊，一路打通去到旺角啊、油麻地嗰啲舊樓，咁大嘅 background 嘅環境係點樣？我哋就要係靠我哋嘅 CG 咯。我哋可以好似類似喺一個片場嗰度拍攝一啲咁繁複嘅飛車同埋槍戰，而唔會影響到真係喺現實社會裏邊嘅一般嘅市民同埋用緊條天橋嘅車主。咁呢樣嘢我哋可以好安心拍得好細，好多鏡頭位我哋好放心咁樣拍到覺得認為係完美嘅。當一個電腦特技同一個實景互相配合嘅時候，我諗會令到成個畫面出嚟會更加會俾觀眾更豐富嘅想像力同埋代入感。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定係一個趨勢。我覺得而家我哋做動作咧，同 CG 已經離唔開嘅啦。我諗以後都分唔開嘅啦。我喺警隊服務咗30年，識咗唔少嘅朋友，亦得失唔少人。不過呢30年，我學咗一樣嘢，就係每一個機構、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崗位都有自己嘅遊戲規則。無論暗又好、明又好，第一步學曉佢。所有機構都有所謂機構文化啦，或者個潛在嘅規則，唔使講嘅，你要跟住做嘅。特別喺紀律部隊咧，因為要服從啊嘛，變咗每一個紀律部隊本身有佢自己內部嘅一啲所謂潛在規則或者潛文化嘅。劉傑輝，你都應該知道，我唔需要任何理由，而家就可以解除你職務。
不過呢個權利你同我都有。就憑你呢一句説話，加埋呢幾個軍裝，就已經構成侮辱上司嘅罪。唔同嘅單位、唔同部門，可能都有稍為唔同嘅一啲文化存在。比如一個警務人員帶一班同僚出去防止罪案啊、暴行啊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團體嚟嘅，對於香港、對於社會，所以佢哋一定要一個好團結好有默契嘅一個組合。但係內部內心嘅鬥爭肯定有。呢個我咁講係一個非常高層次嘅製作，有好多唔同嘅元素。除咗勾心鬥角之外啦，有警隊點樣運作啦，罪犯點樣去做嘢啦，同埋廉署同警察雙方嘅關係點樣去平衡。從呢套戲我哋睇到好多咧，喺現實生活度唔係咁輕易接觸到嘅東西嘅。咁今次拍《寒戰》呢部電影，我覺得難忘係演一個我從來未演過嘅角色。雖然係警察嘅身份，但係角色裏邊嘅職位啊、權力啊，甚至乎喺今次演呢個警察嘅年紀方面，都係比自己嘅真實年齡仲要大啲。呢一次個警察嘅角色其實對我嚟講係個挑戰。過去都演過幾次警察，但係以呢一次嘅職位係最高。咁同一般嘅譬如話便裝警察或者軍裝警察又唔同，因為佢係一個警隊嘅領導，所以無論喺氣派上啊、領導能力上啊，都要體現到佢係一個領導階層嘅人物。架 EU 喺新界南出咗事，你已經係新界南嘅頭，去 take in charge。呢度係總部，你同我嘅分工，回歸到而家都唔會係 ACP 甚至係 DCP 直接參與行動。即係話，你都認為我公器私用？我冇我嘅心情。如果擔心你嘅情緒影響，我問你係定唔係？呢一場戲裏邊當然係有一定嘅困難，因為對白好長，同埋要講得好快、好流利，咁同埋你要去將呢一個對自己對一件事嘅一個主觀嘅角度係去展露出嚟。我有我嘅角度，而家輝有家輝嘅角度。佢哋嘅對白好難講，其實大家可能睇嘅時候會覺得好順啊、好舒服，但係其實作為一個演員，我覺得今次嘅對白係難講，但係個對白係好精警嘅，因為有好多 terms 我哋要講得好清楚，唔可以講錯。兩位都係影帝啦，都非常專業啦。咁佢哋喺其實唔好講現場啊，佢哋其實喺圍讀嘅時候已經熟讀晒劇本，佢哋已經非常清楚咧呢一場係好難演嘅一場戲。因為有好長嘅對白啦，咁啊家輝同 Aaron 咧，大家都一次過講出嚟啦，咁其實好難嘅，隨時會俾對方干擾到自己。警隊規矩，自己有親屬涉案都要利益申報，不然檢查。但今次你冇咁做，顯然你今次亦都唔係喺個環球負責嘅問題。你要交出你總指揮權力，呢時班底係針對我哋嘅保安。李文輝副處長，按保安同埋警隊規矩，自己有親屬涉案都要利益申報，不然缺席。顯然你今次冇咁做，咁應證明你喺韓之後嗰方面出咗問題。我客觀覺得你應該交出你總指揮權力，放棄。你係咪想奪權？你夠票咩？鼓掌。拍呢場戲嘅時間裏邊，其實大家都有咗心理準備，唔可以 NG 得太多次，因為佢要用好多裏邊用好多暗勁啊，咁同埋當如果你講呢個對白嘅時候，你覺得如果你唔能夠去隨住自己嘅節奏去講嘅時候咧，你會跟下就跟咗對方嘅節奏，就講唔到嘅，係好得意好奇妙。呢一場戲係我從演以來從來都未試過。